非常咱会做的非常吼，和尚吼，和尚因一定要成为者，无管着你是非常的成功，你一定要去做，无可能互你为了基础去成为，你搁去跟他是看你到的代志，无相信资料，大开始，按照他们的顺序来，这第一。第二个，伫泰国的对象，你袂使来做食，比如讲，你食几个月一点就来食，你袂使食，伊食了会使食伊物件，你袂使食，伊袂使食你食的物件，这是第二点物件。第三点的物件，薰陶袂使摕物件回收，薰陶袂使摕物件乌点，摕物件回收，安尼讲袂使，这种里面含比较严。换一个解释，伫泰国伊即个和尚啊，伊的地位是非常的高，所以伫泰国见到和尚像，佫会讲别的和尚，这是一个重要体的物件。所以变成讲，伊伫泰国了后当中，伊嘛知讲泰国古道它是一个小乘佛法，它不是所谓大乘佛法，但是当中大小乘佛法大家达到普遍，所以伊定爱哪爱为每一个查甫囡仔一定爱出家做和尚，但是伊的出家做和尚不限于你去一礼拜、一个月、还是你要做一年、2年，还是做4年拢无紧。那反正你这4人查甫囡仔一定爱去做一个和尚，安尼讲叫做哪？叫做报答的无分。现在讲咧，因为今仔日。囝还未出家以前，还未剃头以前，囝爱拜老爸母。但是当这个囡仔头毛剃了后，因为伊欠着了出家相，因了叫做比丘，所以伫迄个出家相了后当中，伊毋是因爸爸妈妈的囝，伊叫做佛囝。泰国人叫做拍，叫做佛。所以换着了伊的爸母来拜佛，毋是伊的囝。当然，等到做一个，等到因迄个囝已经还俗了后，囝当到来拜伊爸母，因泰国是这个规矩，所以你若去到泰国，你注意看，所以因为泰国人，伊离这个俗，伊是真执着，伊真俗真执着。比方今日要叫这个家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毋是安尼简单。但是因为为了实际倒来。基本上来讲起来，是大乘佛法，毋是咧讲表象的物件。大乘佛法是咧讲实相的物件。迄个理想，当然咱肯定要知影。一般这个人理想，小乘佛法是离一切之相，但是大乘佛法是离一切心相，迄两种无相像。现在大乘佛法要离一切的心相。因为今日，咱若依照小乘法来讲，我今日因为伊讲，咱这个头毛叫做3000烦恼丝，所以伊要剃掉3000烦恼丝，所以伊要专为反修请加色。那为了加色，有分这3种：金刚雷、安头慧、毗罗僧，也就是3一1波。我教授也传统就是安尼传统。所以3一1波就是有增加你毗多罗僧、安头慧，所以这我早头先有讲，毗多罗僧就是讲叫做入众依，所以入众就是你今日要来听道理，要来听佛法，你今日一定要换现在入众依来，入众依就是听这个说法。安头慧就是叫做作务依，作务就是讲佛因为伊毋是讲去食饱，因为伊安尼念佛，伊咧谢谢。是这个道理，因内底有哪有叫你做工课？比如说，甲你拖草啦，甲你吐茶啦，甲你创哪位啦，做工啦，伊也毋是工课让你做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安头慧，伊也叫做做务依。就参像讲，咱今日做工课，咱有钱啊做工课啥？来叫做毗多罗，来叫做哪？增加你金刚雷，因讲叫做咱中国人话叫做大依啊。所以呢，因为日本的迄个经典啊，反正叫做福田衣，其实叫做福田，因为一件衫就是咧见方便，是咧替代性，
因为见在是见方便，甚至你咧突破快啊，你袂使去穿安头花，袂使穿披头罗衫。因为讲，伊个物件好哩，咱物件各用各食，但是你安怎，你一定爱突破好啦。所以你若去到泰国，因为拢摆一排头前啊，按照和尚即伊手里咧行过来，伊手啊，伊无法度伊手里面哦，就是啦吼。所以行到了后，因来规个，规个和尚徛伫遐，伊迄个锅就添开了，添开伊甲落来爱炒，爱怎啊？热天顶啊，来用温水来烫伊，Q，讲你凉天见物件，你物件我吃，我就祝你好，我就祝福你，该讲咩？食人的物件，爱给人好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泰国。因为规矩就是安尼，但是因为咧，因为你生得倒来，就是咧讲，这个理想的物件，因为小生活话，你讲在这3寸两块，穿得一换衫，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你理想，伊是理还俗俗，伊啊骗不俗，安听无？伊叫做理还俗俗，骗不俗，安尼叫做理想。毋过咱今日一贯道理呢，叫做理这个世界上，咱对于欠了迄个形象，咱大上发展这物件。所以因为咱今日理这个俗，一定要注意，毋是以事物咧讲，理这个俗，如果以事物咧讲，那安尼今日读一部经典，应该什么意思？但是理这个俗，就是以心咧讲。咱这个心呢，所以3件之分，拢以这个心变起来，这个心运作起来，这个心慢慢作起来。但是这个心是在哪里呢？所以我想跟你讲，因为一般点是安怎？眼见，眼见，以大圣佛法是眼见心不乱，那耳听是心不烦，这是大圣佛法的一种。小圣佛法是眼不见心不乱，耳不听心不烦。因为我既然我这个心去面对着环境的当中，因为我这个是安住的好势。既然安住的好势当中呢，因为我就冇办法，我冇办法，我心就清净啦。但是当中呢，因为心嘛去办法，后面人唔拄好叫看到呢，唔好讲伊。所以有一个故事讲啦，讲一个。讲书法，叫一个这个这个小沙童、小沙弥，就去到这个溪边啊，去换水。这个小沙弥呢，伊就去到溪边换水，叫看，其中有一个女孩子，一丝不挂在那洗澡。这个小沙弥呢，怎啊离啊，去看到床唔通的。但是事情奇怪，这个小沙弥心叫最老皮，无甲真派无得，要派一个二师兄弟。那二师兄弟当中呢，看我这小沙弥，他特别看看到了，对，在一个坑道一丝不挂在洗澡。这个二师兄啊，早比咧像我讲，比一边啊，是比我看。歹势啦，直接看啦你看，二师兄弟无得来，那是嘛？咱派个大师兄弟，那大师兄弟安怎看？迄个小沙弥，佫伫遐，迄个二师兄比伫树仔边，先看就看到底咧，一个祖囝，伫遐洗澡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坐到头尾。这几百万人有啦奇怪，第一个去无倒来，第二个无倒来，第三个去无倒来，输得亲戚的出马，对不对输去呢，去看一个，小沙弥看伊一个米树边，一个阿弥陀佛，输去打咧大餐看呢，怎办？你们知道，你了解别阿弥陀佛。这个意见你看，恁听无？第一个小沙弥，
因为的啦，因为他完全没有戒心。第二个就是迄个道师兄，伊讲这袂使，戒心我看是蛮好啦，我走得好。啊，师兄就讲啊，这不可以看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袂使呢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袂使呢，因咱咧修行人嘛，太善戒，所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但是三年都无得来，输气，啊那戒而戒，戒法戒，闻而不闻，闻法戒。他戒，他不戒，一看他动心，他天赋生心，其最关键的，这叫做理想，这个最高的境界的理想，不是大家以事相、以事相发的讲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就讲讲，小圣佛法，眼不见，啊心不乱，耳不听，心不烦，就有这个方法来遮掩他这个心。但是这个物件叫做暂时，遮掩是暂时，遮掩这个就是暂时。哦，讲破，这个是暂时。讲破比对，你看的讲破比迄个把事情用对，无命无生出来。但是伊为什么不着经了后，迄物件去造出，迄物件造出，所以伊咧今日真正学道修道就是啥？要眼见心不乱，耳听心不烦。无论你看到外界什么物件，你的心内底完全空的清净。无论你是听到外界是非、外界对立、外界什么物件，你的心完全拢清净，安尼叫做理想。无论我请问你，这个世界内底面对这个人，面对一切人，你有可能甲大家要思想较相像？哦，这是无可能。所以讲，离咱迄个理想加上重要感，就是对咱的心还是会感悟。什么叫做急？什么叫做急？急叫长照，急叫做相像，灭叫做长定，灭叫做上定。就是讲，你今日会当利用一切资讯，伫你的心会当回归入了后，你前面长照。诸行无常是心灭法，心灭别理，心灭规律。说三当初当时的讲是大话，是咧说三当初当时的讲是大话。当然，过去一个叫做雪山公主，这个说三公主行一个山坎过，我拄着一个魔煞，啊，这魔煞就是讲会食魔鬼人，叫做魔煞。但是伊这个魔煞有讲过一句话，讲诸法无常是心灭法，讲到一段。但讲到这段当中呢，都有说三公主听到了后，说三公主怎后壁，啊，都是后壁啊坎过。所以说三公主讲伊求着这个魔煞，魔煞注意啊！你讲诸法是无常，这是心灭法。诸法无常，诸法就一切诸数因缘的法，这是一个无常。这个叫做生灭法，是心灭法。心灭，咱这个八体一切诸相叫做生灭法，生灭。但是讲到这个心灭法，嘛是解释这个世界法。但是因为说三公主，因为了解后壁接触了后，去求着这个魔煞慈悲，魔煞慈悲啊！甚至你会当后壁迄段话，再讲我听，我做了咧。但是我嘛不咱讲，魔煞，你若当把后壁迄段话讲我听，看你食好诶，我拢会当俾你食。魔煞讲，我你这毋是一般顶，会哪？会恁一般顶世间的物质。我咧这是恁是人的花，这是人的花。我毋是食恁世间人一般顶物质。所以呢，我是重要。但是当中的说三公主讲，魔煞，你若当把迄段话讲我听，我这个性命，我会互你做主人，我把